同樣都係風型聲音。今日了解一下佢哋嘅呼吸控制同埋等級。輕柔風 RU， 佢嘅風好輕、好柔、好舒服，聲音會慢慢包住你。情感風 Rose 同樣都係風型，但情緒感更重，每一次呼吸都好似有故事。力量風 Bell， 好多人以為風型一定輕，但係 Bell 唔係，風型一樣可以有衝擊力。純淨風 Roller， 乾淨、透明、輕盈，好似空氣自己流動。風型都可以完全唔同，輕柔風、情感風、力量風、純淨風，你最鍾意邊一種？